后来时代的进步，多参不法的分子嘛利用 AI 人工智慧来协助犯罪。台中的刑事局抓到一团专门帮国外跋筊网站洗钱的犯罪集团，为103年成立以来，洗钱的金额高达800亿。因为逐工爱处理的金额太大了，所以集团的成员开发一套 AI 人工智慧的装置，会当自动来处理掉转销，减少人工处理的时间。刑警进入机房，看到犯罪集团用来洗钱几十台手机啊！他也要转出去了。进一步搜查，警方发现这台插甲砖线路的阿嬷询问用途，竟然是成员家己开发的 AI 装置，在转销的时阵会当自动取卡金。因为因对103年成立到去年洗钱金额是800亿，为了节省时间，才开发 AI 装置。在转账授权的时候要按一个 OK 键哈。那嫌犯他们自制这个自动点击器哈，它最主要就是以那个机械手臂来代替人工点击哈。那这边有传输马达，它连接电脑之后，它会来自动点击。警方讲，这种 AI 装置是第一次查到，开发者有专业的学习能力，所摕来犯罪，真是真可惜。